台东的农改场今仔是举办官方部落创意料理比赛，这届拢总有10组人来参加，嘛趁机会要推广野菜甲食材标产地爱写好明，农药检验嘛爱写好清楚，互消费者食了更加安心。这个原住民的选手来参加餐饮料理的比赛，认真专心选出上好的野菜甲食材，用晒、煎、吹，放在盘底的时阵，阁有配色。 变做一出一出传统，阁有现代创意、有部落特色的料理。这是台东农改场为着要互民众会当食到更加健康的原住民部落传统的美食，专工举办部落创意料理的比赛。这个料理尤其是吃的方面呢，它会是一个农村旅游、部落旅游，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这个比赛食材当中有传统的台语甲血糖，不过部落的族人讲，这食材拢是伫部落附近的野外版的，完全拢无处农药啊。族人伫版的时阵嘛，拢会特别注意。若平时嘛建议业者上好爱有产地的标示，或者是农业经验的标示，互消费者会当更加安心。 其实根本不用农药，而且以前都是人力拔草，像我婆婆80几岁还在拔草。要有那个掌控的能力，就是说那个来源是没问题，但最好是买一些比较安心的，就是说有政府认证合格的产品啊。有评审建议，有部分的野菜甲食材虽然伫部落是清在食嘛无问题，不过这毋是为福部认证的食材，提醒部落餐饮的业者上好是卖使用，避免出现争议。记者综合报道。